这是伫台中现象，毋但伫台中、台北的东区，招租的店面嘛愈来愈侪。像讲出名的老店永福楼嘛，伫今年2月份收起来，主要原因拢是租金真正是伤悬。专家分析讲啊，厝头家甘愿店面租袂出去，嘛无希望呢落厝税减厝税原因，是因为因若降厝税会影响到厝的价销。不过伫双方无共识的情形之下，东区恐惊会愈来愈稀微。 东区的店面是一间接着一间关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招租的牌子哦。而这其实是因为租金居高不下。不过这背后房东不降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台北中孝东路精华地段租金是悬甲惊人，亲像是东区老店的永福楼，因为出租起业者袂堪的，伫今年2月份关店。 另外，这普及小厝的三角塘店面，挖进捷运站过去用餐的人多，即马同款嘛是租袂出去。这里好黄金地段，厝主甘愿期望，嘛无愿意降价租人。觉得他们担心租金一降，他们的一个店面的价值会因此而降低。 专家分析，东区发电了早，这厝主因的厝成本低，过去收租落地啊赚到800，先价几啊亿。就算每个月无租金的收入嘛无咧惊，再来因为担心租金一降，会影响到厝的价值。 30万的店面的话，他可能在这个投资报税回推的状态之下，他愿意用出价到180。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月只有20万的话，那他可能出价的部分就只变成6、7千万。 厝最要紧的，毋是厝无人租，是这个相关的品质，才会一直无要降租金。当双方无得到共识，店面一间一间的退出，东区恐惊愈来愈稀微，愈无热闹啊。